一班好好笑嘅後生仔叫 partner， 就係唱我夾聽嗰隻歌。我喺化妝間聽嗰陣，我都覺得好得意啊！好似一個30年前嘅自己喺度，我要幫阿盧凱音做嘉賓喎，即係好似睇翻一個好細個嘅自己喺個台度表演咁，我覺得好 interesting， 好多謝佢哋。希望佢哋有更加好嘅出路啦，因為其實喺香港玩音樂真係一啲都唔簡單，同埋都幾難。咁我希望佢哋真係攞住份初心，我點解玩音樂，我點解唱歌，我點解會喜歡彈奏樂器等等，你都要記住點解，因為其實喺社會上面都會當你工作都會好多嘢幫你洗禮，你會唔記得咗自己當初點解會中意呢一樣嘢，同跑步一樣。但係最緊要自己其實揾啲位靜落嚟，聆聽自己，真真正正知道，希望知道自己想點，係啦，咁啊，好。